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拢无停卡，拜访到春节队警察局了后，再去到济运局了解各项工程的进度，嘛为跨年的交通咧做准备。也毋过，伫个市政会议出现的市政顾问尹伟，引发到国民党内的不满。因为是前总统马英九的时代，总统府的发言人，互溪口讲无正讲，煞来占大位，一个月薪水高达98000块，甚至传出讲，伊就是蒋万安的老爸安排的人士。蒋万安是出面来背会，伊讲伊是用人为才，就是选用有才能的人。台北市议员徐卡新，这个徐卡新嘛发文来声援，讲这个因为是魔鬼教练，讲政治路上若无因为，就无徐卡新。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第3天，来到济运局，除了要听各项的业务报告，嘛迎战这礼拜的跨年交通。一定会有庞大的人潮，相关的运输问题。希望在跨年活动，市民朋友前来能够非常的顺利，而且非常安全。市政爱赶紧着手，人数安排嘛拢差不多啊。不过伫昨头一场市政会议现更的市政顾问尹伟，和南洋内部各一摆出现杂音。39岁尹伟是马英九总统任内总统府发言人，不过随着马英九卸任离开政坛，走去澳洲进修。即马出现伫台北市政府，洪批评无正功，煞伫重要的位置，甚至传出这是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安排人士。这个消息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是跟我另外顾问陈国军他们是旧识，透过陈国军跟他联系恳谈之后，加入市府团队，因为他有政府部门的经验，也有民间企业的历练。蒋万安替讲话，和因为同款是马家军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新嘛伫面册发文章甲听，讲因为是魔鬼教练，过去学生时期，因为是国民党青年团的执行长，要求徐卡新逐工6点爱起来看新闻，搁爱学写新闻稿。伫因为的训练之下变强，若无因为就无即卖的徐卡新。不过除了因为蒋万安，搁有一个副市长林奕华，一直到2月才要上任。不过伊即卖搁无甲立委的位撕掉，除了有真侪市政爱处理有关蒋市府的人事问题，搁有争议。伫一时半刻之间，恐惊妖的继续看。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